你们莫非假说好好读书，导致暴虐无名，趁我一统？弟弟，今生哪个两位为免他我为了三生送黑，我们昨天关在虚伪之中，真是不吃了，你吃了慢吃了谁吃了呢？为得清早去的心人养我教师，你们不给心愿一马，更不给导致城外路程有生天命，快快回家！我是弟弟，妹妹，听从弟弟吩张老爷，咱们公子小姐今年几岁了？公子二五，小女19。哦，二五19，相差6岁。哎呦，6冲！6神通，6神通！6神通！呀，张老爷，诺吐了，金子起来哦！不冲动，不冲动！那么张老爷，可是真84年哦，先生请快跟帖啊！张老爷。阴谋三次心，哎呀，谢公子是官宦身家好子弟，对，求财经为官，老做学子先生不愧女官先。
二小姐，张先生，大小姐，先生好心思呀，都知道园中喜气呆子来了。哈哈哈哈！先生叫我们些事，我们都想好了，请先生教正。好，替我宽来。东风一夜春似雪，玉露天花金成玉。哈哈哈哈！二小姐就是喜欢玉环。哎，这水风来千丝通，行花茶叶采满头。已经很好。不过二小姐真正青春年华，虽有一事，不可一笔团完。哼！妹妹，先生言之有理。哎呦，你们俩呀，真是一打一大，一红一长。哎呀，妹妹，好了好了，万事快快积极的打坐，先生一定十分中意。妹妹不可失礼。先生，此乃亚生，月夜女孩得知，请先生
是吗？是算是好啊好，妙啊妙的。不，二小姐不要介意，他小姐的失踪红而不露，比你得到一元情长还要快成家变啊！过奖了。哎呦，赵某这样几岁时只想给动燕国事，那可真算是妙啊妙妙呀！我只要给哪个事？啊哼，你们听了。先生，杨生万幸的衣服上，请先生指正。一副侠力之境。一团虚实化成马，于是去世张先生。麻烦死不得的呀！至于什么？弟弟怎能不讲道理？你们也不能毫无质疑呀！何况那个谢公子，官家子弟，八成不是个好东西。妹妹不是个花公子吗？偏是个浪荡公子。妹妹，姐姐，事情不等人，事已事尽了，总不能叫那个无毒弟弟也不认识了孙。我陪你去告诉弟弟，把谢家的婚事开掉。啊！哎呀，二小姐，哈哈，二小姐，哈哈哈哈！阿爹，去，女儿，你的喜事来了。弟弟，为母做子，你
下终身大事，把事也算过了，你为龙的心，乱为龙的心。你弄的什么？这他是生罪行悲，我想你可不马公子、郎公子，你的公子。弟弟，我们那些公子素不相识，真命聘请，把官司开了吧。叫你手啊太荒唐，可是小气为官才进堂，官这里叫流放，他是相配和不相抗。名臣为母长期杀心房，太公子却为父子悲喜堂。老爷，万圣两语不生，高抬，高抬。张先生，张先生，夫人，自己女儿都已长大成人，我外甥儿，你要好生管教。才差此非你是分。老爷，你这管放心。老爷，小公子来了，他挺想你，他挺想你，他挺想你。好事，女儿家气头好的你，两人说是他没情，谁管他？此他不算，下犯从此。母亲，自古以来呀，嫁鸡在鸡，嫁狗在狗。母亲，莲花，快去劝劝你家姐姐，快去呀！姐姐。哎
情好。请公子早些安详，知道了，你先去吧。有琵琶四曲扬，路人凤凰唱苍黄。要看相公盼月归，见笑明月早谁家啊！小姐，自如好似明之王，又何必有苍云的多？
小孙正在欣赏你的大作，真是文字群生，故生清醒。当然了，不，这些事都是我写的。哎呀，小姐方明才上，何必如此谦虚？啊，小姐，请坐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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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坐。呀，宽茶，宽茶。小姐，小姐，请喝茶。是多谢公子。哎呦，这是菊。哎呀，这都是公堂。公子怎么了？奴他已经得法。还不快去香茶嘞？哎，不，小姐。小文
小姐，你在想什么呀？我在想，天君一席话，生动十年书。只是事已不早，我要回去了。是不是？令自己我敬公子一杯。多谢小姐。可惜两小苦短，明日一早便要启程了。因我事次匆匆，都是临阵他生，天要逼我上京赴考，是他不必先他等可，很小等可。至于终是为官，头戴乌纱，方能背堂成亲。啊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只要请退一下，便可结为伉俪。是与一终身结亲，与不是与父纱帽成婚。好，小姐，你说的对呀，我与君一人。我只盼不管不一生情，寂寞天涯万里。我只盼生死最相晓了，转世来天去程。不怕老头做成，有法光阴，小姐长空手情。一曲新娘子意，高山流水是好情。我见雨下配丝门。小空不必曾先生，同是真得意啊吉祥月，吉祥容，一来几不穷，不觉去换天地。小姐，请。公子请啊！小姐，请啊！哎呀，最了此王，乱了自己。请。小姐。喜欢我好人，桃山春
公小姐为归来去吧。小姐，小姐，你还是回安去吧。小姐，小姐。不便出门，我还是等他醒了再去不迟。
这比你连是雅琪最讨生喜欢的话。雅琪一道，那去天也去不远了。哎，俗话东高开放，你怎么就想起去天来了？我喜欢去天，我也喜欢去天。去天他也乱归，去天我妈简直。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陈言，母亲上天于是今宵离归，你是儿到苏去吧。哦。平地里。看你气色不太好啊！母亲，姐姐她。
莲花，这几个月内看你精神倦怠，不知时候逃离。母亲，啊，可是身子不差。母亲，女儿没病。啊，晚上没病，陈爷，不是，快去请医生来叫二小姐看病。是，不，女儿不愿看病，为望歇息片刻便为好的。儿啊，你什么性子？可要趁早讲来。为娘可是故累之人，你切莫
他正是我途经外交途经过，请把所长走西厢。
梨花不是情婆女，陈小姐那簪花茶绿是谁生你？好是不是好是话？我要来长枪做事分千金，先生啊，来世开花求福生，曲风不是插花文，是那个闭在这里爱见子。要问你满腹情人一张先生啊？什么？分起我来了？你细细想嘞。哦，细细想嘞，细细想嘞。绿丝开花，曲风多是茶绿，就此花去之大小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先生心意明白。啊！他莫非在刺我？哎呀，大小姐，天之情，地之情，我有一心来红的。绿丝开花是生意，你们早已有心你负终生于无好丧情。你呀，身高于此，不可勉强。遇到得将生是七成神，先生，先生得明白，话是什么意思？哎呀呀，大小姐，情妇之辈，怎样你看？越发的不像话了，小小姐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！老爷来信说，母亲天小回来，老夫生难以交代，就得罪不落。他的二小姐到了家法。啊，
谁当戏眼下举神要紧？对，眼前毕竟是小举城是的。我总都是女儿之辈，谁来相娶她？于先生，你对，我是他的先生，怎能见死不救啊？欢迎妹妹，终于拜托先生你了。好，你看我能做些什么？想要报得母子平安，再请你带妹妹回家去吧。啊，我小姐子，你看我把他死的母亲，他是谁？先生，大人了，大人有分的吧？你话不说，我那里听哎呀呀！我一次，小姐子，老夫子，小姐子，你就好自然老姐子，老夫人啊，真是亲生不如，不要提死！小别骂我小妇女，上不怕死，岂能容忍？母亲，哎呀，母亲，你是他是谁？他是谁？是他，是他，你是二小姐，老夫人啊，二小姐身上外遇孩儿，你就不要再约她了。等他弟弟回来，他与他永生之地，我母女早晚也死。爹吧，我们趁早也都去死。小姐儿，老夫人啊，老夫人，儿子，老夫人啊！老夫人呐，你还是让我，让我陪二小姐到乡下长避一场看。小女不归，与你何关？哎呀，我与这谁呐？你莫非是二小姐？二小姐，老夫人，你还是让我对她回去吧。难道是你吗？你这个衣冠禽去风去当去是天。
媳妇得生生。媳妇眉毛赛过她一啊，孙子不特个想去生根，如果哎呀碰等等，弟弟分两岁金，从今儿张家遇了女人，传宗接代靠孙生，这真是忙年生死与月生活，好心终于好报应啊！母亲，母亲，哎呀，亲人啊，我回来呀！回了，相问亲人回来亲人啊，亲人啊，来！亲人啊，侬把死娃出门1、2个月，来！然后眼睛一眨，老母鸡边啊，侬的脑子啊不掉子。也是啊，官臣娘子，那1、2个月不见面，怎么没上起来噻？快去亲亲热热讲2句。去呀！绿花，你身子可好？多亏婆婆悉心照料，母子平安无事人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哦，母亲辛苦了。哦哟，好啥子？辛苦啥？自家的媳妇，自家的孙子，我做娘娘的，高兴都来不及。母亲，孩儿带着2包回来，1包孝敬母亲，还有1包多见绿花钱。婆婆，彩玉进府嘛，定要进哦。婆婆，去人，来！去人啊！快来宝宝那个多好的意思，大宝呀，去啥个意思？我啥单位进啊？来！先生啊，侬看这小弟像啥人啊？孩子生得十分秀丽，像他母亲。哎，我看嘛是像侬呀！我看这一次谁不去想娘娘？婆婆侬好啊，我老早就看出来这。我做娘娘婆婆嘛，对。那孙子的婆婆嘛，对。还有媳妇啊，孙子想娘娘，君子到门将，好福气呀！是托婆婆之福。起身啊，来！起身啊！这小人长得刚好嘛，快叫他取个好听点的名字。这孩儿不知该姓什么账。侬姓啥？孩儿姓张。这侬姓张那个小人多算是啥子了？婆婆，让他好好想想嘛。是要好好想想，连自家姓啥都想不起来这，非弄个对。婆婆，我去替他烧锅热茶的。晓不得呢？哎呀，我去。好，我也去买点小菜回来。今早啊，要请客人结婚单飞。母亲。
为伤心，他小心还要冤枉我是看见黄脸话难诉，老夫人一巴掌打得我满肚要发苦难发苦，自己的肉身要报复。我是大罗门呀，土莲将把小姐打成夫，回到家中骗老母，只好冒牌做丈夫。张先生，从今以后，你再也不要睡到柴房里去了，让我母子去睡吧。哎，这苦饭饭吃不得，你参与许上，不能见风吹我。张先生，哎，你好好歇歇，我去替你等一碗桂圆汤。先生，我来。哦，我来。哎，你好好歇歇，好好歇歇，好好歇歇。张先生，泪难止。
说，姐姐，你说，姐姐请他啥？姐姐，弟弟可曾回来？弟弟内心是惊悚于世，也则未能回来。母亲，还在生我的气，母亲增添诵经念佛。啊，那么姐姐，你我也我好啊，妹妹，听说你生了一男孩，姐姐你来看，姐姐你看，呀，长得真好，姐姐，妹妹，你也胖了，姐姐。姐姐，妹妹，张先生心地善良，待人体贴，你能与他结为伉俪？姐姐，张先生也是在思念姐姐，思念我。那你与他，我与他不却是师生，是今万事师生。那这孩子来自于先生不管。姐姐，你再也不要远去张先生了。姐姐，你先说说，我去请先生来，你们好好谈谈。妹妹，姐姐，你说，妹妹，姐姐，你说，妹妹，天哪，这孩子的父亲不是张先生，是错怪了他。是错怪了他。大小姐，张先生，哎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啊！哦，请喝茶，喝茶，请坐，请坐，坐啊，坐。小妹这次多与讨茶，这倒不妨。请喝茶，喝茶，喝茶。张起来先生，于心怎么？不，事已至此，不必急啊。大小姐，清风知情草，三句天生心。是我愿求养你刀锋两剑，配上水果的好恩师。大小姐，是我对不起你。
哎呀，母亲，
贼放心，小贼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把石公子找回来。哎呀，这就好，这就好。喂，你可是在求人？哼，正是。大人有令，将你捉拿归案。4宝钗。耶！你拐骗良家女子，你们扶贫扶举，不言好人。我们是奉了谢长令大老爷之命，谢长令，你们担保为康。你们说的是哪一位大老爷？就是本院父母官谢长令大人。谢长令，就是他！哎呦，谢长令就好！哎呦。
是张盘，姓张不是盘，又是张秋成。我来问你，半年之前可是你家内张莲花出走回家？真是有神！哎呀，我们师生风雨同奔。你们结为师生，因何安件事情以瓜片出头？你身为秀才一子，可知羞耻还是哪？呀，公子啊，你可不要冤屈了我。我与小姐重复暖语事情，也真是既无暖语事情，那孩儿是谁所生？本官你那天下有情之人，一向宽堂为怀，只要你舍得舍情舍理，哎呀，公子啊，是你与小姐也见钟情呐，好的。本官与那张莲花素不相识，立官休克判审。你可是西城里西堂城，正是本官。好啊！想不到你中了功名，得了高官，偏不思旧情，翻脸不弃。你审判他才与我一在场，你可知应付不起？西城令啊，西城令！我莲花伸张正义，哪怕是刚到家生，也要告一个过河拆桥，背信弃义，情深不是的不是小臣。来了，他因此恨小姐，什么？困在张家小姐面上，拉下去重打2声。是，小姐呀，小姐，快来为师，绝不等你了。带上他来，带上他来。下参后生，张莲花，你来做什么？为张先生鸣冤叫屈。你身为名门贵姓，竟遇那无耻之徒安件事情，愿为他无理叫求。大人，要是无耻之徒，并非张先生，却是后生。想当初，有一位风流公子到我家登门迎亲，那天晚上与我所望视为情侣遗憾。你究竟是后生？他人鱼，我是莲花，你大人是他，就是他。哎呀，错了。想当莲花竟是梦中人，意外相逢心有情郎。张莲花，听听那公子情投意合，又为我建议事情，当然就是我这是我与上上的你不是听我讲谢大人，我记得月亮消花。
去当初出门，回来才你心上沉。他为我娘家与苦来还疼，为求不怪喜在根。他为我风尘老来把事往每年年才忘。
儿啊，你母亲不肯相承，我们母子只好向她跪求。娘子，哎呀，我的好娘子，好夫人啊！娘子，听说我，哎呦，恩公，这就好，这就哎，恩公，哎呦，恩公，请坐，好，恩公，好，哎。哎呦！宋才长，请谁要你一拜？恩公，哎呀，只要你们与今生终成眷属。我痛在身上，喜在心里。李大人，张家老爷派人告诉，明日两人吉日，大人与长女岳小姐喜结良缘，请大人速速前往。大小姐，哎呦，先生，恩公，大小姐。
大错，别怪我